你知唔知你平時去茶餐廳用幾十蚊甚至過100蚊食嘅嗰碟沙爹牛肉麵或者咖喱雞扒飯，背後其實係一包成本得幾蚊雞，擺咗成年生產期嘅化學預製菜？好多人話依家香港餐飲業步入寒冬，成條街冷清清，個個到咗禮拜五就湧晒上去深圳消費，話香港人都唔肯留港消費，係一種背叛。但我今日真係要同大家一針見血咁講句，留港消費真係變咗交智商稅。你咪再將所有責任都賴落北上熱潮度。香港餐飲業之所以會搞成今日咁嘅死樣，根本就係自己攞嚟，一班無良商家用預製菜去呃香港人錢。呢條爛賬今日我一定要同大家逐筆計清。講起預製菜，好多香港人可能覺得呢個詞彙好似好陌生，以為係內地先有嘅新興事物。其實你錯晒，呢樣嘢晨早已經全面攻陷咗香港嘅大小食肆，由高檔連鎖餐廳到你每日返工順路買嘅街邊冰室，無一幸免。大家回想一下，以前我哋去冰室食飯，貪嘅係咩？貪佢夠晒鑊氣，貪佢即叫即炒，師傅喺廚房裏面風風火火咁煎隻太陽蛋，切2塊新鮮叉燒。但你睇下依家，你行入一間打住懷舊旗號，裝修到5顏6色嘅新式連鎖冰室，入面坐滿人，你坐低用電話掃碼點咗一碟梅菜扣月飯或者一碗番茄牛肉通粉。最神奇嘅嘢出現啦，你點完餐之後，明明前面仲有好多張台等緊，但你連2分鐘都未過，服務員就已經將碟飯擺咗喺你面前。個個都讚佢哋效率高，話香港速度真係名不虛傳。但你有冇用過腦諗下，一個正常嘅廚房，就算師傅幾有3頭6臂，由生煮到熟，點可能喺2分鐘之內將一碟熱辣辣、扣月軟腍腍嘅梅菜扣月飯整到出嚟？答案其實好簡單，因為個廚房根本就冇廚師，甚至連一滴油、一條菜都冇生鮮儲存過，裏面只有幾部微波爐或者幾個大熱水煲。個所謂嘅廚房工人，只係將一包喺冰櫃拎出嚟，零下18度嘅冷凍預製包，剪開個包裝袋，掉入去熱水度浸幾分鐘，或者放入微波爐叮一叮，然後倒落個碟度，加2條一早烚定嘅菜青，就咁就收你70-80蚊。呢種做法喺今時今日嘅香港已經係公開嘅秘密。你以為自己食緊新鮮師傅手藝，其實你食緊嘅係幾個月前，甚至是1-2年前喺工廠條流水線上生產出嚟嘅化學加工品。呢班冰室老細一邊大喊人工貴、租金高，話生意難做，希望政府搞嘢繽紛，希望市民留港消費支持本地經濟。但另一邊廂，佢哋就用最卑劣嘅手段去縮減成本，將香港人當成傻仔啖嚟呃。一包預製嘅咖喱牛肉喺批發市場嘅成本可能只係人民幣3-4蚊，折合港幣5蚊都唔使。但佢轉手包裝成所謂嘅秘製招牌港式咖喱牛腩飯，就賣你75蚊。呢個唔係暴利，呢個直頭係搶劫。當大家發現自己用汗水賺返嚟嘅辛苦錢，喺香港竟然只係換嚟一包防腐劑超標、鈉含量爆表、擺咗唔知幾耐嘅微波爐加熱食品，你話香港人憑咩仲要留喺度消費？大家又唔係傻嘅，既然橫豎都係食預製菜，我點解唔直接上去深圳食？人哋深圳同樣嘅預製菜，甚至可能係更新鮮嘅現炒菜，賣你20-0蚊人民幣，服務態度仲要好到好似當你係皇帝咁。相反，喺香港你用3倍嘅價錢食包微波爐加熱包都算啦，仲要忍受那些黑面限時45分鐘趕你走嘅服務員。呢種貼錢買難受嘅體驗，邊個仲會想試第2次？我哋成日話要振興香港經濟，但首先你要睇清楚個本質。依家香港好多連鎖冰室，表面上寫住香港製造，幾十年老字號，但背後嘅供應鏈早就已經完全變晒質。好多人可能唔信，覺得連鎖大品牌點都會有自己嘅中央廚房，品質有保證。但你知唔知，依家連中央廚房都嫌麻煩，嫌成本高，直接同內地大型嘅食品加工廠訂購成品。呢啲加工廠一日生產幾十萬包預製菜，為咗等呢啲包裝可以喺常溫或者冷凍狀態下擺得耐，入面加咗幾多添加劑、穩定劑同抗氧化劑，你用腳趾頭諗下都知。當你每一日朝9晚5返工，
中午放飯想食餐好嘅，結果肚入面塞滿嘅都係呢啲化學嘢，長期食落去，健康唔出問題都奇。好多無良商家為自己辯護，話用預製菜係大勢所趨，話全世界上餐飲業都係咁做，咁樣先可以保證食品安全同標準化。呢個真係天大嘅笑話。標準化？我哋去茶餐廳食嘢，要嘅就係嗰種人情味，同埋每間鋪頭獨一無二嘅味道。如果個個都標準化，咁我使乜去你間冰室？我直接去便利店買個叮叮飯，或者喺屋企食杯麵，成本仲低。而且佢哋講嘅所謂食品安全，更加係掩耳盜鈴。你點知呢包嘢喺運輸過程當中有冇溶過雪？你點知佢喺-18度放咗幾多百日？以前阿媽教落食嘢要食新鮮，依家倒好，越嚟越貴嘅價錢，買返嚟嘅卻係越嚟越垃圾嘅乾淨化學品。更加令人憤怒嘅係，呢班冰室老細將所有問題都推卸給外在環境。佢哋話港人北上消費係因為人民幣貶值，係因為內地商場有補貼，係因為香港租金全球最貴。冇錯，租金係貴，人工係高，但呢個唔係你用預製菜呃顧客嘅藉口。如果你因為成本高而賣得貴，只要你食物質素對得住個價錢，香港人一樣會買單。香港人從來都唔係怕消費，我哋怕嘅係被當成水魚。你用新鮮嘅牛肉，即叫即炒一碟乾炒牛河，就算收我90蚊，我都食得心甘情願，因為我食得出個師傅嘅功夫，食得出陣鑊氣，食得出食材嘅鮮味。但依家呢？你用包預製嘅牛柳絲，連洋蔥都係一早切好擺到發黑嘅，倒落個鑊度兜兩下，甚至叮熱就上台，一樣收我90蚊。你話呢個唔係智商稅係咩？我哋可以嚟計一筆爛賬。依家一間普通連鎖冰室，一個午市套餐加杯凍奶茶，基本上50幾到80幾蚊不等。我哋當佢平均收70蚊，喺呢70蚊入面，鋪租可能佔咗20%，人工佔咗2成半，水電雜費佔1成，剩下嘅利潤同埋食材成本。如果佢用傳統方法買新鮮食材，請師傅現場煮，食材成本可能要佔到2成半到3成。但自從引入咗內地預製菜之後，食材成本直線下降到1成甚至更低。因為預製菜唔需要大廚，佢可以請個時薪最低工資嘅洗碗阿姐或者生手，負責剪開個袋倒落微波爐度，咁樣連人工成本都慳返一大截。所以用預製菜嘅冰室，利潤率可以高達4成以上。佢哋賺到盆滿缽滿，買名車買豪宅，但帶給香港消費者嘅卻係質素差到極點嘅垃圾食物。佢哋一邊賺緊暴利，一邊喺傳媒面前哭窮，話香港人唔愛香港，話大家放假唔留喺度消費，簡直係將厚顏無恥發揮到極致。香港人北上根本就係一場消費者嘅理性覺醒。大家星期6日放假，辛苦咗一個禮拜，想同屋企人或者女朋友開開心心食餐飯。喺香港去商場行一圈，去邊間冰室都要排隊，排咗半個鐘，入到去坐張窄到連轉身都轉唔到嘅卡位，同陌生人搭台，手爪撞手爪。點餐要快，食飯要快，你個口仲咬緊最後一啖飯，個服務員已經走過嚟收走你個碟，然後好似催命咁將張單塞俾你，眼神充滿住食完就快啲躝，後面仲有人排緊隊嘅不友善。最後埋單，2個人食咗100幾200蚊，食嘅嘢仲要係預製菜。然後你坐地鐵去深圳，過咗關，周圍嘅商場大到行幾日都行唔完。入到一間餐廳，人哋服務員面帶笑容，客客氣氣咁迎你入座，座位闊落，冷氣夠充足。你點個炒菜，人哋廚房係開放式嘅，你清清楚楚睇到師傅喺度拋鑊起火，肉眼可見嘅新鮮食材。埋單計數，2個人可能都係人民幣100蚊左右。同樣嘅金錢，甚至更少嘅代價，得到嘅係10倍以上嘅尊嚴同感官享受。如果你係消費者，你會點選？你仲好意思道德綁架香港人，話大家唔支持本地小店？呢啲小店自己都唔尊重自己嘅招牌，
用預製菜嚟自掘墳墓，憑咩要香港人同佢哋一齊陪葬？我哋再睇下依家香港餐飲業嘅惡性循環，因為大家都知留港消費係交智商稅，所以有能力、有追求嘅消費者都走晒，留低嘅一係就係無時間走嘅基層市民，一係就係老人家。呢班冰室老細眼見客人少咗，佢哋第一時間諗嘅唔係點樣提升食物質素，點樣放棄預製菜改用新鮮食材引返啲客返嚟。佢哋嘅思維非常奇特，佢哋會覺得既然客少咗，咁我要喺每個客身上榨取更多嘅利潤，先可以維持營業額。於是佢哋就進一步加價，而且將預製菜嘅比例提高到接近100%，甚至連杯凍奶茶都變成用化工奶粉同濃縮茶液調配出嚟嘅預製飲品。結果呢？食物越嚟越難食，價錢越嚟越貴，客人自然流失得越嚟越快。呢個就係香港餐飲業自己親手編織嘅死亡漩渦。好多冰室依家仲搞埋啲花臣，例如將間鋪裝修到好似上世紀70、80年代嘅舊香港咁，掛滿晒霓虹燈牌，貼滿晒舊海報，播緊張國榮、梅艷芳嘅歌。呢種所謂嘅懷舊風，根本就係一塊遮羞布。佢哋試圖用情懷嚟掩蓋食物嘅劣質。你行入去，以為自己食緊回憶，其實你食緊嘅係包裝好嘅工業垃圾。我真係好想問下呢班老細，你哋口口聲聲話傳承香港茶餐廳文化，香港嘅茶餐廳文化核心係咩？係快、靚、正，係雖然效率高但質素有堅持，係嗰份師傅對鑊氣嘅執着，係嗰杯絲襪奶茶要撞幾多次茶嘅匠心。依家你哋將呢啲核心全部丟晒落垃圾桶，換成一包包包裝好嘅預製菜，你只係抄咗個殼，就話自己係香港文化代表，呢個唔單止係呃錢，仲係對香港飲食文化嘅一種侮辱。而且預製菜對人體健康嘅危害，依家已經越嚟越受到社會關注。大家要明白，預製菜為咗延長保質期，必須加入大量嘅鹽分同防腐劑，長期攝入高鈉食物，會直接導致高血壓、心血管疾病，甚至增加患胃癌嘅風險。而且好多預製菜為咗保持肉質嘅口感，會加入各種複合磷酸鹽等化學添加劑。呢啲嘢食一兩餐可能無事，但如果你每日午餐、晚餐都在香港嘅冰室食呢啲嘢，年復一年，你嘅腎臟同肝臟要承受幾大嘅代謝負擔？香港人工作壓力已經大，收工想食餐好嘅調理下身體，點知出街食全部都係慢性毒藥。最諷刺嘅係，好多人仲好注重養生，平時去買幾百蚊一包嘅保健品，結果中午一餐冰室預製菜就將你所有嘅養生努力全部化為烏有。你話呢個唔係最大嘅智商稅，仲有咩可以稱得上係智商稅？我身邊好多朋友依家都學聰明咗。有啲人寧願自己早半個鐘起身，整便當帶返公司用微波爐叮。佢哋話橫豎喺出面冰室都係食微波爐叮出嚟嘅預製菜，我自己煮起碼知道自己買嘅肉係新鮮嘅，又係乾淨嘅，調味料無落化學防腐劑，而且成本仲便宜幾倍。當一個城市嘅市民寧願自己辛苦帶飯，都唔願意行入去條街道嘅餐廳食飯嘅時候，呢個餐飲業就已經徹底完蛋啦。但呢班冰室老細仲喺度夢想緊，覺得只要內地遊客嚟多啲，只要政府再發消費券，佢哋就可以重溫以前嘅美夢。佢哋完全冇意識到時代已經變咗，依家連內地遊客嚟到香港，行入呢啲冰室食完，都會喺小紅書上面寫負評，話香港嘅茶餐廳又貴又難食，服務態度仲好差，根本不值一去。連以前盲目崇拜香港美食嘅內地遊客都清醒埋，你話香港餐飲業仲有咩本錢可以傲慢落去？我哋成日話香港嘅優勢係自由市場，係優勝劣汰。以前香港嘅餐廳如果做得唔好食，好快就會頂唔順執笠，所以能生存落嚟嘅都係有兩句拆字嘅老字號。但依家因為租網絡發達，好多無良商家靠請寫手，穩靠喺網上做虛假宣傳，將一間用預製菜嘅垃圾冰室包裝成網絡紅人打卡熱點。好多不知情嘅市民或者遊客睇到段片，見到啲相影到好靚，
就特登排通宵去食，去到食完發現中晒伏，喺網上寫真話負評，結果仲會被間鋪嘅公關公司刪除或者舉報。呢種利用網絡信息差去呃人嘅手段，令到真正用心做食肆、堅持每日買新鮮食材、堅持現場即叫即炒嘅良心小店，反而因為成本太高，無錢做宣傳而被逼到走投無路，一間一間淡執笠。呢個先係香港餐飲業最可悲嘅地方，劣幣驅逐良幣。如果我哋繼續縱容呢種預製菜泛濫嘅現象，繼續去呢啲無良冰室交智商稅，最後受苦嘅只會係我哋自己同埋下一代。試諗下，10年之後，當我哋嘅下一代長大，佢哋對香港美食嘅記憶唔再係咩絲襪奶茶、菠蘿油、乾炒牛河嘅鑊氣，而係一包包塑料袋包裝，用微波爐叮熱嘅化學味道。到那個時候，香港美食天堂呢個金字招牌就會徹底變成一個歷史名詞，永遠不復存在。所以我今日喺度，一定要撕開呢班冰室老細嘅虛偽面具。你哋唔好再喺媒體上面扮弱者，唔好再將生意唔好、倒閉潮嘅責任推俾香港人北上消費。香港人無欠你哋嘅，消費者嘅錢都係辛辛苦苦賺返嚟嘅，邊度有性價比，邊度有尊嚴，大家就會去邊度消費。如果你哋想拯救自己嘅生意，想讓香港人重新留港消費，方法其實好簡單，根本唔需要政府出咩奇招，你哋只需要做回一個餐飲業者最基本嘅本分，尊重食物，尊重顧客。將廚房入面嘅微波爐掉晒佢，將冰櫃入面那些擺咗唔知幾耐嘅預製菜包裝袋全部扔垃圾桶，重新請回真正懂得揸鑊鏟嘅廚師，重新去街市買新鮮嘅豬肉、牛肉同蔬菜。就算你因為成本上升而要收貴少少，只要你碟飯係熱辣辣、充滿鑊氣、真材實料嘅，香港人一定會返嚟支持你。香港人從來都係最長情、最支持本地文化嘅一群人，但前提係你唔好將我哋當成傻仔啖嚟啊！喺呢度，我也想奉勸各位觀眾朋友，由今日開始，大家對自己入嘴嘅嘢食一定要有追求。行入一間餐廳，如果發現佢出菜速度快到唔合常理，如果發現佢啲肉嘅質感假到好似塑膠咁，如果食完之後條脷麻痹，口渴到要狂飲水，請你毫不猶豫咁將呢間鋪頭列入黑名單，並且話俾身邊嘅親朋好友聽。我哋要用手上面嘅銀票去投票，拒絕再向呢些預製菜冰室交1分錢嘅智商稅。只有當呢班無良商家發現用預製菜呃唔到錢，真係會執笠嘅時候，佢哋先會迫不得已做出改變，香港嘅餐飲業先會有一線生機。呢場冰室用預製菜呃錢嘅爛賬，係時候要由我哋消費者親手去終結佢，唔好再俾所謂嘅留港消費情懷道德綁架。真正愛香港，就應該拒絕劣質，要求更好。希望大家睇清真相之後，聰明咁做出選擇，揾返真正屬於香港、有溫度、有鑊氣嘅真美食。